當來關心咱國內這數發部呢，7月是來公布公務出國自通信設備管理須知，規範這公務機關人員出國的通信管理原則，提醒講避免使用這公共的 WiFi， 也是講公共充電站，去到高風險地區，都愛用這臨時的設備加小號。資安署有通董時表示講，這防護原則呢，一般民眾嘛會當參考。今年5月，美國總統川普去拜訪中國。根據外國媒體報道，這期間美方實行所謂封鎖，袂使使用個人手機啊，攏愛用臨時設備，顯示對資安的重視。咱國資安署嘛有定公務出國自通信設備管理須知，在8月11日開記者會，提醒公務出國愛落實資安防護。出國進前，除了愛先確備精神防毒軟體，去高風險地區愛用臨時設備甲小號。出國嘛愛優先使用電信漫遊，禁止使用公共 WiFi 甲充電站等等。在國外一律呢就禁止連接不明的 WiFi 哦，一定不要使用公共的充電站哦。那因為有很多的攻擊手法是用所謂的 juice jacking 哦，就是在充電座裡面安裝一些透過充電座來植入惡意軟體到你的手機裡面哦。所以如果要充電，一定要使用自己攜帶的一個通電裝置。資安署嘛提醒，轉來台灣以後，設備攏愛重新掃描海關原廠設定。資安署表示，一般民眾甲企業攏會當參考這個資安防護原則。不過，真濟民眾因為有網絡需求，出國會使用介紹確實的eSIM。資安署建議優先使用國內3大電信業者提供的eSIM，避免使用中港澳品牌提供的eSIM服務。淘寶啦、拼多多啦等等一些大陸的平台，就去採購那邊的eSIM，我想盡量避免。那使用一些是包括歐美等等相關比較知名的大的eSIM的平台，這邊是比較安全。資安署表示，根據資安廠商的研究報告指出，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2025年受攻擊的狀況是成長29%。後續針對eSIM的部分，嘛甲 NCC 討論出會當信任的參考名單，打算上近1個月內會公布在資安署的網站，讓公務機關甲企業民眾攏會當參考。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